继续来看这件，这是民进党的立委赖品妤，昨日咧采访的现场跋倒，佮甲现场的媒体来起口角。伊甲记者话讲，为什么要甲我杀？这个民进党的立委是发声来挺赖品妤，吴思瑶都批评到现场的媒体挑战式的采访，讲赖品妤才是受害者。也毋过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江派君是伫个面册敲死这个赖品妤是假设。讲赖品妤伫个面册偷拍讨要安慰，根本就是一条龙式的造谣，这个抢单伤过低级咯。我没有推你。这一下下，立委赖品妤和现场的媒体就安尼挽起来，暗时已经家伫面册顶悬来铺文章，讲是因为记者一路甲对甲私教，才会害伊跋倒。一透早共党的人士嘛跳出来收听，政治人物们用不同角度的拍摄影片，去获取他们所要的政治解读，我非常的遗憾。我声援赖品妤。这一连串的日子对他的压迫，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媒体穷追不舍，其实我觉得也让他受到很大的压力哦。严格进前靠讲去红信所这位拿牙市议员江派君，昨暗煞伫咧节目顶悬甲赖品妤口水，呛伊是假跋倒，佮讲伊伫证人的面头前家己搬戏，乌白讲个放风声，抢单伤过价咯。云豹公主跑得快，那记者只好追得更快喽。那追的同时，你自己去撞了脚架，撞完之后差点摔倒，不管你真摔假摔。严哥安尼讲法嘛，引来批评。美中专家明白春秋，嘛伫江派君的面册下骹来到话，任何媒体记者拢无权利伫遮尔下走廊，近身甲受害者包围死角，更加莫讲对方阁是一个查甫人。同款是记者出身的民进党立委林楚英，更加跳出来背回。伊认为新闻采访有伊的界限，毋是麦克体例就会当为非三者，毋是凭记者的身份就会当超过人甲人、男女之间的身体界线。只要违反着当事人的意愿，共吸着人的身躯，互人感觉到惊吓，感觉到冒犯，都是性骚扰。各位支持赖品妤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他最一开始的时候是说他被媒体记者推，后来再改口说是被追，再来又说这是跟骚。民进党团爱记者10号采访的10节，严格采访的现场九九六六，毋那现场去冤家，更加变成是拿力两大阵营政治的车拼。嗨，大家好，我是颖彤。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